講到這幾年呢，這美國相關的人員直接出現在國軍的演訓內面，甚至有風聲講今年以來出現在國防部的軍情局，讓人認定是這軍情局頭一屆有美軍進駐啊。那專家是認為講，這台美之間情報交換代表互相信賴，對這印太區域或者是反制強軍的活動，攏是有正面的幫助。營區門口有鐵閘戒備森嚴，這是掌握國內外軍機的國防部軍事情報局，屬有高機密性單位。不過有消息講，今年開始有外籍人士佇軍情局內出現。軍情局內的外籍人士被推測跟美國軍方有關，也是軍情局第一次有美軍人員進駐。不過軍方對此相當低調。國防部講，軍情局只有國家情報工作法甲國家機密保護法執行情報工作，維護國家安全。對相關事項無說明，因為傳出進駐美軍有可能是大和梅園計劃成員，也就是美國國家安全署在1979年台美斷交了後，唯一保留在陽明山設置的監聽站，負責接收中國華中、東南沿海甲南海的電子信號。對外講是軍情局通訊處的營區，無在 AIT 管轄內，是台灣上神秘的軍事單位。這個當然是代表台美的情報的一個合作是升級的，後續的發展值得我們去關注。台灣是民主陣營非常重要的前線，情報的共享、情報的合作，我想這些合作可以想象的，應該是所在多有。台灣立委正面看台，認為台美情報交流更加密切。這陣啊，美方人員真接在國軍大小演訓中出現，進行實地觀摩甲戰略指導。另外，2020年，前總統蔡英文是到空軍在新竹的洛杉磯雷達站的時陣，我那翕到美方人員，會當講公開台美共享空中預警情報。人力的情報以及這個電子的情報訊號，都是雙方會交換的，只有互信的國家才會進行這種情報的交換，有助於建構印太的完整這個共同作戰圖像，來反制中共的威脅。專家是講，因為台灣的語言文化地點方便，累積未少研究中國政軍動態的能量，對於國際情報界來講，嘛是情報收集加電子偵察中國上好的所在。記者採訪報道。